咁我真係發神經啊！可以睇下啦，喺呢度珠海65萬就攞低呢套5米嘅客廳啊，係65萬啦，咁都覺得唔過分，5萬蚊就 OK 啦。喺呢個陽台都係5米嘅陽台，喂，喺度塔花係咪覺得好正啊？再睇翻下客廳啦，客廳真係5米，童叟無欺啊！咁 OK，門頭位置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啊，呢啲廚房你見到除咗沙鍋冷餐都係交到俾你，最緊要係咩啊？65萬咋，3房啊，而且喺珠海唔係坦洲啊，第一個位置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而且89方3房俾到2個衛生間你。OK， 再睇翻啦，呢度都有一間房，呢間房日日都可以喺度嘆花，係咪好舒服啊？而且尺寸都係 OK 嘅，最重點係咩？主人房係套間嚟噶，而且電動嘅馬桶都俾到你啊！再睇翻啦，一個 L 字形嘅轉角標窗，係咪好正啊？哇！日日喺度睇花睇河景，哇！舒服到鬼咁啊！珠海65萬咋，而且有直達香港嘅巴士。如果有興趣，評論區私聊。